music, music taxi, Hakka taxi。冲客小王出发嘞！咪咪。大家好，我是罗文玉。大家好，我是罗文玉。再一次收看我们的唱客小黄。那今天呢，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韩东曼人呢，我提示一下，伊对新加坡来，然后参加一个最有名的唱歌比赛，超级成功态度。结果呢，在前几年，他从音乐转换到什么呢？哇，主持公拿发起感，每拿去点点唱歌亲后堂。欢迎黄靖伦、王靖伦来到我们的唱客小黄。Hello， 哇！大家好，我是王靖伦，今天东反喜可以来到这个冲客小王。哇，哎，你是客家人吗？啊，对，我客家，我客家人，台埔腔啊，这样台埔的台埔。哦，来上这个节目，有觉得你要当客家老师哎？哎，对啊，今天我要教。爱教，愛教兩下句子，兩下句子啊，對，幾合法啦，愛教，幾合法，對，啊，家宅六匹半，東好食呢，這個蘿蔔糕真的太好吃了，對，好吃到流淚，痛哭流涕。沒關係，好，你現在準備哪一首客家歌？今天準備一首劉少熙老師的《青鳥詞》。哦，今天呢，我們就是在車上來一個這個不插電的演唱會。哎，你先說有那個蕭敬騰，騙他上來。有時候哇，比蕭敬騰更帥。那是黃靖倫，有個靖。只想你的心如何 say goodbye。好，那我現在馬上去路邊，我要找路人能夠上來我們的唱客小黃，能夠參加我們今天的這個唱客小黃的這個任務。拜拜。今日假使唔肯坐上我哋嘅衝客小王，同我哋講唔可以來位，我哋就會有專門嘅歌手現場唱一條好聽嘅客家歌本堂哦。最面我對下茶時間愛學一句客家話，禮拜嘅茶飛show完全免費。下呢，我哋出嚟看看來位朋友可以坐到我哋嘅衝客小王。當然，嗨 ，hello， 王靖倫是嗎？哎，對，找一個這麼帥的來。哪裡？這個，因為他在這附近上班呢。剛剛我們是隨機的嘛。就隨機啊。哦，我們可以免費載你過去，又可以聽歌，多好。我們有一個叫出發了的客家話，先講這一句，好不好？我說衝客小王，你就講出發嘞。衝客小王，出發嘞。我你要帶這首歌曲叫做《青鳥詞》。父親也漸前，有時故年歲擁前，金燦沙盤拍下花，你瀟灑，敷衍又敷衍，玉髮長鳥飛向天。往事隐隐在重現，三個一刻能唱多少年，能多少遍，盼我夢見一個新年，玉髮重逢都從前，輕輕掠過你。流浪安窮的多少年，能多少遍？藍水千山夜情夜夜，玉髮長鳥飛向天。哇，怎麼樣？怎麼樣？聽起來你有什麼感覺？你看，好聽到說不出話來，對不對？啊，知道嗎？改意思嗎？哎，我覺得他真的有一點驚呆的感覺。他因為沉浸在，沒想過客家歌這麼好聽，哎，真的有一種戀愛的感覺啊，真的。而且喜歡一個風景，你是一隻鳥飛上天，然後很自由自在，然後哀傷，想着自己的家鄉。哎，好，那我們已經到你的公司了，好不好？那因為我們剛看了表頭哦，28580塊，怎麼樣？
那我不要下车。没有，很简单，你只要学会一句客家话就好。学会呢，就可以不用付车资。对，你也不用付刚刚听歌的钱，刚刚没说免费唱。这萝卜糕真是太好吃了。对，好不好？怎么讲？怎么讲？咖扎萝卜，板东好丝呢。好，我们今天下课，谢谢。几乎快对了，快对了耶！你比黄靖伦还要标准呢。对啊，正式发音我们请靖伦来念一下。嘎扎，可能嘎抓我嘎扎，嘎抓是小强啊。对，萝卜糕，萝卜糕。嘎扎萝卜拌，因为你根本这两个连起来不太对。嘎扎萝卜拌。东侯是呢？哦，那个呢哈有点日文的感觉，可以用这个表情来讲一下吗？为难乘客注入一下情绪。嘎扎萝卜拌东侯是呢？哇，我们的乘客真的都很容易被操控。OK， 好吧，那你的地方已经到了，真的车资完全免了啦，没事的，拜拜，可以走了。谢谢，好，拜拜拜拜。啊，公司到了，小心头，拜拜，拜拜。棒哎！我觉得这个节目非常的好，有提供一个平台，让你又能唱歌又能献你的客家。那我们就下次见了，拜拜！什么遗憾是谁？摇滚版。